Hello，大家好，我係阿 Man 啊。今日最近全城熱話咧，相信大家都有關注到啦，就係有關巴士佩戴安全帶嘅法例修訂啊。原意咧想增進呢個交通安全嘅，但係條文同埋設計上執行引起不少討論喎。社會討論法例嘅漏洞啦，本來係可以促進完善呢個政策嘅。但係今次部分嘅公眾人物嘅回應咧，格外引起關注喎。其中啦，前立法會議員江玉歡咧，最近一連串嘅公開言論同埋回應咧，就成為呢個焦點所在啦。網上有討論區同埋網民咧，以寬衣解帶等嘅稱呼加以諷刺啦。背後其實咧就反映出公眾對江玉歡喺事件上邊嘅角色同埋佢嘅言論產生嘅觀感。翻查資料啦，江玉歡咧作為法律界經驗資深嘅議員啦。喺去年咧參與有關法例嘅審議嘅工作喎，社會市民咧對此質疑問啦。如果條例喺設計上同埋內容上有不足，點解當日唔行使佢嘅職權監察呢？及早提出質詢同埋修正意見啦，為何事後先喺媒體裏邊高調提出條文嘅漏洞呢？部分評論更加認為啦，呢種事後評論同埋馬後炮嘅做法咧，會產生呢個矛盾同埋誤會嘅。喺最近佢接受媒體訪問嗰陣時咧，江玉歡咧將部分條文嘅疏漏原因歸咎於律政司個草擬團隊啦，甚至法案委員會個主席喎。同時啦，佢明言自己早前喺法案審議嗰陣時，以為有關條文只是單純空間性嘅技術安排冇深究多層面嘅影響喎，導致當日咧冇主動表達憂慮。佢又談及啦，自己一月忙於其他公職喎，有部分條文咧記憶亦都唔詳細，而部分市民咧都有質疑營運議會係基本嘅程序一直強調咧，議員應該盡佢個審查嘅職責啦。如果發現制度不足及時反映同埋尋求改善，比事後討論更加有意義咯。根據卸責嘅指控啦，江玉歡曾經回應相關嘅批評，強調咧唔應該歸咎呢個委員會主席同埋律政司，但各方面對立法嘅程序嘅責任同埋分工咧，依然有廣泛嘅討論嘅。現實中法案委員會主席負責主持會議，為各議員提供公平啦、清晰嘅審議程序。真正審視法案嘅內容咧，討論條文細節，把關執行嘅可行性咧，其實落喺每一位委員嘅肩上嘅。市民眼中若果議員本身審議時唔積極發言而事後再質疑其他部門同僚或者程序安排咧，往往容易產生呢個角色位置啦同埋監管失效嘅感覺。另一方面江玉歡近期表態時咧，亦都指出啦，自己因為接觸過街坊啦，知道民情洶湧同埋網民查詢啦，才加以澄清同埋評論有市民認為啦，呢種咧輿論出現咧先至回應嘅模式，容易令到公眾懷疑佢嘅立場是否前後一致呢？以及議員係咪真係代表民意，還是係隨波逐流呢？如何平衡呢個法例執行啦、民意訴求啦同埋專業把關正正係社會對公職人員嘅堅守基本要求咯。總括嚟講啦，呢次嘅法例風波咧，令到各界關注議員喺立法過程當中嘅職責履行同埋佢嘅言論態度嘅。江玉歡喺條文嘅審議同埋事後發言嘅表現咧，正正提供一個值得思考嘅教材議員本身有監督啦、審議啦同埋質素保證嘅角色事後嘅責任屬誰同埋評論咧，雖然無可厚非，但若果未能喺關鍵時刻主動去釐清嘅職責咧，亦都容易引發各界嘅反思同埋誤解嘅。希望今次嘅事件能夠推動日後相關嘅政策制定過程更加謹慎同埋透明各級公職人員切實回應市民嘅期望啦。充分履行職責，本頻道將會持續關注各界嘅討論嘅。期望社會走向更加成熟啦、理性啦、公共嘅管理。多謝大家收睇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